歡迎嚟到我哋5000尺嘅 showroom。今日有我 Haze 嚟同大家介紹一下。呢度有唔同空間嘅設計陳列，有客廳啦、廚房、浴室、主人房同兒童房。客廳區咧，呢度就有一個 feature wall， 以仿雲石紋加條紙設計嘅生態版特色牆，加倍滲光效果。而懸浮式電視櫃，除咗可以加大空間感之外咧，咁就可以將啲凌亂嘅線啊、機盒啊，全部放晒喺櫃入面，咁就令到日常清潔打掃更加方便啦。嚟到呢個大型展示櫃，咁呢個大型展示櫃咧就用咗一個骨格門板嘅設計，咁入面咧就可以放你哋嘅裝飾品啦，咁就可以提高成間屋企嘅格調啦。咁廚房區域呢度咧就有一個 L 型嘅台面，上面咧就有唔同功能嘅不鏽鋼星盤，咁上面咧亦都有啲牆身嘅掛架嘅。除咗呢啲之外啦，廚櫃亦都有唔同嘅功能同埋設計嘅，有以進口 plumb 緩衝路軌嘅斗中斗櫃桶，可以收納大小各樣嘅廚具；有廚房吊櫃，油壓式上下升降嘅拉籃。好，咁嚟到我哋嘅廚房地櫃。佢係一個全展式嘅轉角拉籃，可以善用到廚房每一個角落，有方便力缸滿碟嘅收納架等等，可以完美嵌入各種家電。而呢個呢，就係寢區啦，大約有110平方尺，以柔和典雅嘅風格設計。右邊有梳妝間示範，可以輕觸調光嘅大圓形化妝鏡。咁連埋一個收納櫃啦，俾女住戶可以喺度更加輕鬆同埋 enjoy 佢哋嘅化妝時光。呢個床頭 pan 咧就係用一個黑色嘅 moon 布同埋加金屬去做一個點綴嘅，提升翻成個高貴嘅格調。下面呢個咧就係一個遙控油壓式嘅雙人床，佢可以輕鬆拉開沉重嘅床板。咁下面咧亦都有啲收納嘅空間啦，可以大大提升成個儲物嘅空間嘅。好，咁依家咧就嚟到衣櫃嘅區域。咁衣櫃嘅區域咧就設有多元化同埋實用嘅間隔。咁其實咧唔同嘅客戶咧就可以因應佢哋嘅需求進行呢個訂製嘅。好，之後咧就嚟到我哋色彩繽紛嘅兒童房啦。咁呢度咧就有上下嘅雙床設計，咁小朋友咧就可以上嚟上滑梯，滿足到佢哋嘅玩樂需求。咁之後咧，兒童床呢邊咧都有一個收納空間啦，同埋閱讀嘅區域嘅。咁希望咧可以幫到你哋揾到兒童房嘅靈感啦。其實咧，我哋 showroom 咧都有過千款嘅裝修材料，咁俾大家摸得到、望得到。瓷磚系列有唔同款式、唔同尺寸嘅瓷磚，包括有拋光磚、有面磚、木紋磚、仿古磚、花磚等等。好，咁之後咧就嚟到我哋地板系列啦，有實木地板、複合地板、地腳線同埋石塑地板嘅。好，之後到石材系列，有代理 Corian、Herma、Fima、無縫石、石英石、大理石、雲石同埋麻石。咁之後咧嚟到玻璃嘅系列，咁呢度咧有唔同款式嘅工藝玻璃，有唔同顏色同埋花紋俾你做選擇，咁可以攞嚟裝飾櫃或者衣櫃門嘅飾面玻璃。牆紙牆布系列，咁呢度咧有唔同款式嘅牆紙牆布俾你做選擇啦，亦都有唔同功能同埋品牌嘅油漆，亦都有藝術漆，希望咧可以提供到更加多元化嘅選擇俾你哋。潔具系列有代理 Toto、Roca、Rama、Richford 等等嘅品牌潔具，咁另外咧亦都有座墊啦、龍頭啦、面盤、浴瓶同埋浴室配件等等俾你做選擇嘅。好，之後咧嚟到我哋五金同埋其他配件，有拉籃啦、鋁窗框、窗柄、門柄、電子門鎖同埋電掣面。窗簾系列有國產同埋進口嘅窗簾桿同窗簾布。燈飾系列有各種天花燈飾。嚟到板材系列，咁呢度咧有大 size 嘅板材啦，亦都有細 size 嘅板材俾你做選擇。呢一種 ENF 級環保生態板咧係防污、防花、耐用嘅，咁而且咧佢係自帶多種嘅飾面，咁俾你做選擇啦。
而且咧佢上下嘅觀感一致，可以適用喺任何嘅家具設計。TC Design 提供一站式嘅室內設計、裝修工程、訂造家私服務，為顧客打造優質舒適嘅生活空間。快啲預約我哋上嚟 showroom 參觀啦！拜拜。裝修揾TC Design，設計施工有保證。